practice 了，我道地真正做了，我就要去立团，看到你道地安尼做40,000个，and then 你会发现真正快了，就他们去立团，and 你看不到 ，OK 嘛啦，3个月过了 ，from today 我要离开世界 ，and the moment you reject it 咧，地当。So that the cause of the Cetang is called Dharma Niyama. What is phenomenon? It causes certain events and it causes earthquakes. So in that Sutta Langfa, the 8 causes of earthquakes will come. So many things happen today which we cannot explain. But 三摩三菩萨讲，这个就是讲啊，法这个 nature's law 自然的 law。所以到底这边，咱们在看啊，这个咱这全世界家家这个讲 nature's law。所以落来嘛，在我这个讲就是安尼。咱要来学阿毗达摩，其实咱要学4项呢。全世界有了这个4项是正实的物件，叫做 ultimate truth， 正实的物件。但是我也未讲这个正实的物件，我要讲这个一项。实的物件有2款的实。reality has got 2 realities in this world。就好款的实是叫做观念的实。观念的实就是虾米啊？像个我逐回爱讲，这个手机，这个手仔，实在无手仔。你看摩托车，还是摩托赛克，实在无摩托赛克。concept 是正实，是啥？讲起来啊是，咱叫一个名，and 伊实在是无这个物件。他咱就摕一个摩托赛克啦，你规顶摩托赛克，你头嘅人，你来考虑嘅当时啊，你头嘅马甲是摩托赛克是无？马甲是马甲啦，当然是摩托赛克。你头嘅 handle， 这个 handle 啦，是摩托赛克，唔是啦 handle 呢。头甲规顶了，摩托赛克无了。但你大项讲唔是，所以这个就是讲啦 ，the word 不是一句话，摩托赛克是 is a concept， 人话叫观念，观念无实在。正实在，这个是，特别如果讲无实在，是有影有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是啥物合起来就成这个物件。你若是换别项，这个摩托车叫来偷起来了，你摕只脑袋了，你过去倒嘅这，时间的时候，虾米物件来 ？trolley， 这个看这个物件这个 concept 的物件是，咱大伫这世间，正是 concept 的世间 ，concept 的世间无虾米正实，但是正实的物件是虾米啊？你每个摩托车个是虾米 ？metal 物质，对。你每个这个虾米芭蕾，你芭蕾啊，他给我系这个。系青头草笑，虾米来？你面团，所以你看这 concept 无实在嘅物件，正实在啥物啊？物质，所以一个众生正实在就是一个精神甲一个相顾，精神甲物质，物体和物质。这个2项就是叫做 absolute reality， 正的实在。特别这个正的实在，就是讲啊，就是这论藏经不但无叫讲人、红光、禽兽，
还是五鬼，伊叫壮性，叫做命色，命色。所以红光一本叫命色，五鬼一本叫命色。所以马在咱的刷落在 introduce。这阿弥陀佛正是全个世界有了这个四行，这个四行正就是讲有了正神，有了这个形这个世界，有了这个รูป物质，第四行有了涅槃呐，那是无涅槃呐，咱就了，咱无路通去，有了涅槃呐。所以马界咱打吉他，咱来讲听这个吉他正神，咱听这个形，什么是叫正神？什么是叫形？按照要这个思想浮起来，咱马界咱搞，如果这边玩落，我咪go very fast，你来go斜講去，亂 blow。所以我今日今日是介紹頭先，所以 for 15 minutes 我看到人哋問下面問題 ，then I will answer questions. Tomorrow 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real Abhidhamma. Real Abhidhamma only got 4 things: consciousness, mental properties, matter, and Nibbana. So Nibbana is real reality. So 1 hour, so 1 hour, 看到人哋噏。到 page 3啊，看這 page 3，咱看頂面有10點嘅。你看好頭一底啊，有3點，了跳起來頂面有17點，了佫跳落2點，了佫跳起10點，佫跳落3點，佫跳起10點，佫跳落3點，跳起跳落。這邊我哋講人行安怎樣？這 mind 安怎行 ？mind 是 energy 來，是力來，啥動步嘅，可以來就可以揼。一直行，一直說，安尼啊。其實咱嘅心啊，咱嘅 mind 啊，伊逐佢啲行去揼一粒，你化了，佫出第2粒，你化了佫出第3粒，化了第4粒，安尼一直去。伊袂使講一粒出了，未化佫一粒來過，伊就係 one at a time。所以這個 one at a time，咱袂會知。and 伊逐過若是伊 start 啦，逐過買啲行嘅時，你行成大啲會底安尼咧3粒，伊毋知半行成個困嘅精神了呢。困嘅精神，咱知係咪講？毋知半行出去誒，是叫做 unconscious mind， 毋知嘅精神。所以 mind 啊，是咱嘅隻心啊，還是隻精神去行，篤，是 actually 毋知嘅物件。咁你毋知嘅事了啊，伊逐過若是講啊，空氣若伊醒起來嘅時啊。伊看到，伊聽到，伊味到，伊擔到，還是伊摸到，噗！伊跳起來 in the conscious level 伊知。and that's all 你看，啲這邊我話呢，你看，會底伊唔知 ，and then 結果咱嚟講，這個人是困，了伊唔抹。就講無咩西洋音，起來，用腳踏伊，起，噗！一跳起來17點，噗！這17點是叫做一個思想 ，one thought has arisen， 一個思想。這個思想了啊，伊個到底是唔知個 unconscious， 1點2點，
有当时1点，有当时2点，有当时3点。那就咧人较down、较 stupid 嘅人，就是落去叫做 unconscious level 5、6點、6、7點會會。你 understand 喎？6、7點會會。迄在人，伊若是真正 full of 想講真正 sharp 嘅人啊，1點2點嘅。若是無 sharp 嘅人咧，5、6點、6、7點。所以你看有一個囡仔讀冊就去讀，伊困起來，媽媽叫讀冊，伊也伊出來讀，讀咧伊讀一個人講 statement， 噗，伊個落了話 unconscious， 那是伊真正 brilliant 嘅人啊，伊落1刀2刀咧，伊個直直 concentrate，即個1刀2刀是俾叫 divide 分。一個思想，一個思想，一個思想，一個思想。所以你人若是邪善嘅人，你人就買負錢了命啊！你唔使講，漸漸關你來生，火你來生，你借漸漸，你會使霉嘅呢？他那當今之疾病，我在下面嘅人，在聲，在會看到。在聲撲者，在 plastic 嘅出色嘅，所以你看是一個思想，一個思想，一個思想，一個思想 ，one conscious thought， another conscious thinking，another conscious thinking， 小進，安尼真正咩？真不得講啊！安尼樣。水面噗也上，安尼咩也不看。所以啊，過頭咩啊，大人看講，無影一粒安尼，不但伊有一個台灣就講名啦，就是伊個前眼，不但會看到這個真正病。所以今日你看，那是這個人就唔知講啥，伊是叫做bawang ga，哦，咱叫做 subconscious level。平常時，咱若是啲困8點鐘，8點鐘伊人大啲會即篤，真正咩？而伊若是困起了嘅時，伊叫做 conscious level， 起了嘅時，啥物物件會做伊 conscious level， 是即個5個門甲一個叫做6門，一個是心想。無定做啥物物件做起，像講骹這物件動着會上久，還是耳仔聽着，還是目睭看着，還是鼻孔味着，還是講喙感着。有個人一開了喙開，了人就知我有時做囡仔我成歹人喙困嘅時喙開，我牙是下落去喙，來睇見啊，起來了。So these things 伊叫做 irritant， 即係呀，伊浮起嘅時，伊講叫你行17刀，17刀伊 experience 就一個叫做一個思想，太過嚴。And then 你看這個17點，這個就是叫做五經嘅 irritant 嘅人起來嘅。5件啥物啊？目睭、耳仔、鼻孔、喙、骹手。特別第6項嘅經啊，是叫做心嘅經，思想浮起來，叫做 mind 咯。做這個5件嘅啊，叫做 sense organ 嘅，達過一行17點。And then 若是摕來想，一行10點。我摕來想，這個下落去，伊當着鹽，伊採鹽，然後噗一起來，四鬼鹽，追做啊，還沒有做啊，如果假使我呢大漢你來摕鹽來衝擊，按照來衝擊爸爸嗰啲stupid fellow，這個思想，定。所以看這邊來看，這個在嘅精神啊，有6號款，
就好款是叫做对五根。五根 means the five sense organ， 目睭、鼻腔、耳仔、喙甲全部动着。And then 心跳的伊10点的啊，mind 的10点，10点，所以人嘛是精神真正高、真正聪明的嘛。就是你来是行前那是一个物件贵，你影着一个物件贵啊！你目睭是看着什么？无看着查某，你看着干了呀，色呀。伊行17点啦。到底这边你要看这个啊？你来当的啦，你这个17点人看这边啊，这个 sheet number 3个，而且这 page number 3个，人看了17点，大了。这个17点安怎样？你人来咱来看，头一个啊，因为这个啊，到底我哋讲了，唔知的是啲困的情绪叫做 unconscious 的时。即若是今日来是讲啊，一个囡仔来叫伊爸起来，阿爸起来，阿爸妈妈都起来。有这个叫做伊里顿做乱的困的精神是声，这个声若是浮起来啊，伊会卖跳起来。伊一个 level 叫做在的麦啦，在的麦啊，特别在的麦啊，伊17点伊要在，伊要行到要17点，不到看着。但人这17点啊，头1点、2点、3点，原在伊啲困了的精神还未够日讲，伊力还未起来个。困了才起来，起来才追，小个唔知个。所以这个头一个，我只系 BB 8把弯噶，背了的把弯噶 ，vibrating 把弯噶 ，arrest 把弯噶就是一啲唔知的音声。所以这个唔知，伊就啲知啊，什么都教人叫做 stop break。Look 60 miles an hour, there will be break exactly on the line, impossible. 你听到有拉只，有当讲人伊拉只过3点，这3点你讲啊，一个是随你 apply the brake， 一个是 vibrating， 这 brake 是第三个，这 brake take effect。So fast bawangga, vibrating bawangga, arrest bawangga。咱看这个当年人看见我有只8把弯噶，vibrating 把弯噶 ，arrest 把弯噶。第4点是 sense door consciousness。sense door consciousness that means 有咧5个门，目睭、耳仔、鼻腔、喙，伊人 get ready， 有 object 来啊，有目标来啊，所以这个叫做 everything。towards the sense door， 这个目标上要去找那个目睭啊健康，咱叫 sense organ，啊，对话话咧就 sense 五根啊，目标要去找五根 ，and then 这个是第二 ，everything towards the sense door。这边你要看，那是讲小的物件。everything towards the mind door， sense door 物件有物件来做乱，你把你一路再扯起来定是 mind door 的，你唔使有目标代表咧面前，你家己跳起来跳的，所以你家己跳起来跳的，伊会真个8把弯噶 ，vibrating 把弯噶 ，arrest 把弯噶，无唔使，因为伊 mind 家己浮起来，伊无讲一时一搭咧。所以这个叫做 sense door， 那是 mind 的10点的，就是叫做 mind door。mind door 伊就是 mind 就是浮起来，唔使讲就搭咧叫虾米，伊虾米 mind 就是行，照行。
咱第5点啊，就叫做什么物件目标？你开目睭呢，你看到伊个囝，安尼咧是叫做目睭看到的精神。安这目睭看到的精神，甲一个拢总1、2、3、4、5，伊叫7项的形啊。那么咧，会记上面咱讲 ，all consciousness must have 这个7项的形，会记到 page one 的头一个 group， 行到伊就要有达的精神，就要有这个7点。所以 in this 这个5项，伊有的 only the 7 cetasika， 有了这个7点的形尔，无别项，无加也无减。咱搞个第这个第5、第6呢，这个第6个伊叫做 receiving consciousness。有人看我有写这page 3 receiving consciousness， 而为这个目标入来咱的目睭，咱的目睭接受这个目标，再看到这个囡仔。看到 actually 是色啊，色到伊这色啊，伊叫做 receive， 伊 receive 呐，伊囝穿一个白的衫子，伊看到白衫。而咱 receiving 的为点啥？伊较精神较清了，知无？精神较清了，有10点的形了。但人咧10点的形，有人看 page number 1个，有人看。第2个 group 叫做 particulars 有6项，伊有头一项 initial application 是啥？伊无就叫开个目睭看，追来做啊，而一关看追。And the second 第2點啊，大人这个第2項的形是啥物？伊個 concentrate focus， 所以伊这边是叫咩？Vitaka, Vichara, or initial application or sustained application, 頭一喺目睭屈看到一個色白色， and then 你觀看，哦喂，穿啲婚紗白嘅，所以 second 第2點嘅形就是叫做 sustained application， 呢個目睭上緊嘅聲，頭一個是。影到伊看到这，第2个一个上机的影，所以是 sustain application。第3个就 deciding 对方话下面的，你对方已经在无？是下面判断啊 ，actually 是啥物啊？安尼这项通看，伊专的心，伊 decide so many objects to see， 伊 concentrate on it， 伊 decide only on that object。所以咱阿莫话叫 deciding，because 他那路话叫我看人，我看啦，我无关到你一个人。我若是讲人看，了我咧看，我看人，我看到就成。then 我专为 deciding to see only that object， but the object 我无拍插。所以这个3點的形叫巴利話 ，Vitaka Vichara。and Adhimokkha， 这个就是讲啊，伊挖一目睭去那边 ，and then 伊转一目睭看 ，and 这3項，安尼这項伊專心看，伊使看呢一項 ，and 这个就是同人理寫他，安尼頭一個你轉的心去那邊，第2個你顧上緊這3項，你感覺講啥物同人話？hand斷，我唔知就hand斷字咧，真係hand斷雲啦，就是看大啊，看大，所以你人知道，所以你看到到receiving啊，有10點了，10點嘅形了。and then 到這邊啊 investigation 啊，伊要查看，啥物事我思考來是我嘅囝，啥物事伊來 ，and then 啊，伊這邊又看我有。那是你人看我 actually 啊，上邊本是10點的形，哦，
有诶若是，因为伊正时做好，你看伊有11点，这边10点、11点，伊是无像。Initial application 即第6个站，或者6个 particular 第2 group， 伊定着有头1點、第2點，然後伊又關在第3點。但是伊若是講伊正是有做好啊，今日伊目睭看到的物件，所看到的物件，互伊歡喜。我的囝來着啊，咪做。有 joy， 有 pity，pity 是 love， 一加一個，他媽這個是10點，伊通啊加1點，這個1點伊加一下，加伊看到了，頭一看，就想我講，就看我所以到個這邊 investigate 啊，伊咧看自己，伊 investigate 伊查考看自己，伊知講是會驚，又歡喜起來。啊！若是講啊，伊若是無做好嘅人啊，伊 investigate 你看落，伊也是臭鬼亂種嘅，伊無歡喜。所以這邊看，咁了不到看到這個安尼真啊對。我 investigate 伊看到 ，pity is one，piti 唔是 pity，pity 是 love。伊看到了，伊看到這個目標，伊心不歡喜。所以這邊有11點了，安尼到個deciding 一拍算了，拍算什麼啊？就係講咯，阿爸，媽媽叫我來做武器啊，咩產業完了，伊decide，好，我來去，伊decide了，伊就拍好我哋來去，7點一個 impulsion，action take place 了，躍起來，我就做。伊開單邊開始用卡搞嘅，走，啲 action 是這個，所以這個 deciding 11點無像啊，這個，而且11點是像正面7點，然後落來第2 group 有 initial application、sustain application， 然後一個有這個deciding 有 deciding 分1、2、3有。第4 effort， 你哋啊來了，你哋啊來呢就有力來了，力咁樣，我唔知係我冚咩事，要壓起來做 action 的嘅，啊，有了這個力興起，你哋啊力嘅興，不力嘅叫做前進啊，effort 啦，一起了一包出嚟啦。一路落去成功路 ，and then 9點，伊 register 啲心起來，再講我係聽來叫我 ，and then 我困上晏，所以 register 起來，這個是我是講批評一項喎，所以將目睭看到伊行17點，將耳仔聽到伊已行17點。跟離腳、擔腳、綁腳，唔是上17點。所以這個就是講啊，這17點到到這邊我係好知，廿腳伊幾點嘅行一樣，到到這邊唔保險啊，我未知，你家己會知，安尼你decide你安怎樣，你唔保險，你這邊啊。你目睭所看到，也是耳仔所聽到，你通啊拍算，安怎樣要出行動？然後你無認真來是歹勢一個人講，死鬼我啲困難人，你受人做啊，這樣你是本將好你哋，你想講我做工啊？這impulsion就是乜嘢？正地，你人，我將你哋困較晏，你人來叫我去做乜嘢？我將你就無工啊，前幾日都工。所以這 impulsion 伊這邊，伊 create 工啊，伊幫伊要出果，這邊大致這邊到到這邊，這個是果，因為正是
一帮因，正是伊真正人真正自卑，今日来叫伊人爸爸。妈妈叫我来叫你去换了，去个当地要出钱了。伊听着好听，伊看着好个目标，听着好个目标，想着好个目标，妈妈煮，当天好好食啦。妈妈叫我煮种伊煮。这肯德基这根，伊买一包了，吹很热，要互你食呀。所以想着昨暝我转来买肯德基去，做干了的目标，一个拢总搞到这边，这边是叫做尾巴架，尾巴架是过来对正事，但是正事讲啊，像我有听过我甲伊讲这条的讲，批评性的你，有当时阿嬷叫你呀，起来起来。起来！看我做餐厅，互你食了，后尾起来食了，你来爱食，你过去困。这尾巴架这骂，互伊听好好听，伊想好好的听。安尼你所以讲的骂，这骂讲好听，我有煮，你自家食物件，食了你食，你过困。安尼还没说，安尼真是。有一日一马煮牛奶，了个牛奶无盐，了伊会记照告诉我讲咧，了你讲哦，一马讲，哎呀，靠大龙去菜只猫买一包盐来，我伫煮牛奶煮半顿，我讲无困难，我袂使去买个大龙去买互我好无？所以呢，天天教我教我一人，我叫你所以呢，一包生气，真是 ，and then。起升地伫这边，安尼起升地靠要来，所以即时一来谈入这个嘛，起来起鬼，这淹落嗰啲困本大子，让他谈，所以这个叫做因，这个名字叫做果，安尼正是一帮因，正是那是一嘛就讲，哎呀，教你去。去买盐好啊 ？OK 嘛 ，OK， 对，你买去摕水啊，我互你谈谈摕水。然后买妈妈，我红包你，我去买互你谈先。买了他顶你来听，你来你就互我啦，走去。你看，你做的妈仔还比后尾一个囝随教伊随行，我教伊要互伊，你讲袂要紧摕红包你，听要互伊的时讲，免啦，妈妈这个盐嘛你真弄不起呀，我出来路啦。所以做的妈仔 happy。一帮正是一帮因，即是会果，目睭看着妈妈，听着起来食啦，食了你来想了个困，一做一乐，安尼正下久一做的妈妈乐快乐，所以你看这因甲果呢无半项，所以今日不当讲啊，目睭所看着。是过来，目耳仔所听着是过来，目睭所看着，哈密树哇，早起结果安尼一项过，真是别人有做好，你看今日我结果食未了，安尼是，真是我若是无保事。有诶回想啊，早起无半项通食，叫你我饲几下上暗，早起食呢，后会滚水，了咧每日命开咧真个无人通捧，找人要捧无人捧，安尼摕了开啊，食啦，你爱食莫食啦，你若是食都破解，你若无食你人就不多要，所以有件事，这一人就是一人诶过较无，所以一人要做好更坎坷。所以这个17点咱们知啊是过了因 ，and then 你放因了啊，你decide要安怎出了行动，假如要教你，咱妈妈就叫你做物件，了你要传你吹你因，还是要起生地，是这边你放因后边要出果，
所以这边今日若是讲啥，大妈我讲你讲妈，你起来，妈妈就你起来食，然后点声到了要去 office， 咱伊讲，伊若是伫这边啊，无得讲啊，到甲这边是西边的位啊，有2条路，这条路。伊所听到啊是安尼，伊目标，伊看到目标，不但就有你所曼那色个啦，有你所曼那色个啦，有你所曼那色个啦，就是讲啊，伊在，虾米是叫做实在，虾米叫做无实在，伊在讲啊，我囝叫我来食，我某真正 beautiful means 伊做嘅责任真正好。你话伊叫我起来食，伊惊我想讲起来食无点声通食，所以伊无生地在讲，干了在讲我某做我留意我囝本路看，讲话到我真正有大有细，伫这边伊有你所曼那识个啦，我对待人好，伊人唔甲我对待我好，伫这边讲，你去甲妈妈讲，爸爸爱加困，今日爸爸无工。他顶较晚咗只爸起来，所以这边其实因为伊有你所曼那识个啦，因为伊看听到咧目标，还是看到，还是想到，伊想到着咯，伊无去生地，伊照做，先有人叫我起来食，有人惊我做工袂赴，了我甲你讲，今日讲互妈妈听，我无工。我袂记讲来听，特别我趁下爱加困，互我加困一点钟，等他正在起来食。伊这边帮伊后悔拄着伊个人要甲伊讲话好好的话，到底这边嘅囝仔就问妈妈叫我去，叫我来叫你起来食。Stupid fellow， 我今日无工，我要加困，人要叫我去，伊是哎呦你所曼那识个啦，囝，虾米事你去骂 stupid fellow， 伊都唔知半项，所以这个叫做哎呦你所，伊无明白，了伊去红人，了伊帮因无好的因，贪钱起有了。贪钱起有，你这钱去生地，所以人有人，我要加困，有人来叫我。And then 除了因，伊互伊意思甲互伊囝无欢喜。then 包过过来，伊要看这边的位考的物件，and then 考的物件，伊 investigate 的位啊，伊无落。所以你看，真正是一个甲了拢总是因甲果，若是一类明白，一个你知。虾米事一个人要食饭念声700项3倍，因为伊正是伊保持。虾米事叫你我要食饭，我3倍有当时有一日伊人算伊讲，反正我甲他算这3倍40几项的3倍。因为虾米事我有一时我保持这个因果说 I give the best I have。所以人啊，这边我看大概有人煮来唔是 special 的物件，有人保持是特别好的物件。一个有人通 please 唔通误会我讲事，我讲安尼计就是人就是投入几个人家叫人食好好，有他讲这个是因甲果。有的人爱好物件，你健较无好诶啦，这个牙齿好咧，可以食，但较好伊老。你这边伊有 selfishness 有啲，所以别日伊出事，伊有累，大项有，但是伊会食，无讲 special 咧。会啦，通食会饱，会落会物件。真实啊！若是你节省节个，你真正掂，你看。我当时香菇无就食，无啥垃圾无香菇，无香菇特别怎样？你会知讲，我有听着声泡，这边水泡，在叮当
在心堂等，你看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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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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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个精神是来自思想，这个思想是17行，17行，17点，17点。按这17点我贴出推下来这边。按咱来看这边，看下咱来这个关在 page 3个 page 3个，咱个落到等来 page 3。按你这个咱交到这边，咱就好这个边笔头先。你看这个17点嘛？假假一个囡仔听大妈讲，伊起来爬去楼梯，咱一去房间，伊叫爸爸爸爸，妈妈叫我来叫你起来。And then 头一直困，and 一直要醒时3点，唔知，才追去困。第4點，伊即叫做 sense door consciousness 來 sense door 就是即個五根嘅精神浮起來 ，and then 未來 after 即五根啊。目睭會工課，這個是我嘅工課，你人是啊，खुद太賣拍插，鼻孔賣拍插，嘴賣拍插，做 eye consciousness 去，了接受嘅 consciousness，and then investigating 嘅查考 ，and then it decide person。你這邊啊，你看伊8點，dalam 這個8點啊。無人會走，若伊是武打講是過來，你未走未閃開，像今日那女人起來咪就是本是過失，若是無過失啊，有物件來砸咯，未使去聽，他們拄好你要出來，一大頓會嚟家孫來拜正。Uncle Happy New Year， 摩托車就要出來了 ，Happy New Year 就頭剎摩托車過掉到去，亦個無互你聽聽這個物件。所以不但講這個 all these things， 這個8點是Vipaka， 這是 Vipaka 你個，and 這個你幫因 for karma for future Vipaka。这个咱就要知，咱来看下想看，这个这17點咱来看，囡仔来叫，咱你接受这个精神，咱你查考，咱你自在講，哦喂，囝来叫啊，啊咱你起來 ，OK， 但媽咪人come啊，你歡喜你笑笑，这个17點咱来算看。什麼物件？17點是正是一個 consciousness， 一個思想，開目睭看到囝，聽叫我起來。這個就是叫做彎一檔，一點的思想精神，我的囝叫我起來。And不但講啊 ，actually 一個眾生啊是名色 ，mind and matter。到底這邊啊，這個是 mind， 17道。Where is matter？ matter 是安尼聲，到底這邊一聽到聲啊，這邊來講耳，一聽到，哦，一看到。伊所聽到聲，還是伊看到色，這個就是這個17點馬路一個叫做 one matter， and 這個 matter 是啥物來？聲 sound， 哦，你若是用目睭看到囝，假了，你若是提前。
咸咗到到嗰啲 advanced stage， 人人叫你嘅時候，佢聽到。Daddy，actually 你聽到聲，你那就 Daddy，你開目睭，你透一個物件，whether你耳仔聽到，還是你目睭看到，你看到就識呀。把你摕來想，人你知查甫、少年、老，按這個識，還是聲。一人一個形款 character， 有的人一看到紅，伊心肝噗跳了，陽麗，一看到紅，伊 character 是 attracted by red color。有的人愛看藍，你來查某穿藍，較目睭較大你看，好了哦。美分享、哈美分享，咁了有叫做 personal idiosyncrasies， 有 typical 一人嘅形無相。所以一個你看17點，一個邁行17道，把你一個 matter。所以你捌聽我特別我哋講啲大啲一個。這12年我講邁行17下，把你沒體把你17下，邁這 matter 一粒，個嘅17道個一個 matter， 個嘅17道個一個 matter， 特別你看邁行17下，伊把你行一下。So mind is 17 times faster than matter。你這邊咱就知，所以你看這些，看下咱知啊。你這邊啊，你若是你出來的時，你形無相，特別你要知啊，特點有7點，會記 page one。That is every consciousness 講到就要有7點。Every consciousness must have, and then 你來想看，伊若是啲起生地個業障，所以呢，我愛給許多人嘅叫我請做啥物？咱要想話，伊7點呢個加一個聖地，聖地是貪錢痴毒，and 這個page one第3段呢，就That group 這邊意思啊 ，evil mental properties 阿古薩拉14項，但係呢14項你看好第9是叫做 anger 對喎，第9嘅第3段 page 1有喎，所以這邊你看伊有7點一個，而你看到 fully conscious 伊有一個6點，誒叫做 particular stage 2呢。Initial application 有了 and plus that 一起生地，所以7加6加7 14項了。每個生地若是來一撮阿哥阿叻來，會記我好似我講嘅是大啲隻嘅 last stop， PDA 我講若是人來起生地一撮。伊個阿哥阿叻來，生地帶阿哥阿叻來，伊個阿哥阿叻係啥物？無驚天無驚地，佢哋就是安諾達巴是啊，伊就大啲這邊話 lack of fear 第三段呢第三，有冇？咱看到 page 1， 第三愛有。第2愛有 lack of shape， 你好見笑 ，and then 伊就伊有 conceit worries loss of ignorance， 第1本有第1、第2、第3甲第4，驚到伊要錯，若是起生地，驚到伊要錯，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来，做第九个是叫做圣地，做 plus 出来阿哥阿你四项，叫做武器，未晓见效，无惊天无惊地，那第四项一定人话啥名死字我看，心叫乱的心 ，restlessness， 做 plus 4。使咱来想看，伊个精神理念去看，7甲6、13、14、15、16、17、18。所以你看，一道路来去圣地，这个14项的啊，有几哪项了？5项伫这边，这第3个 group。咱14项5项，然后一个有这个头一 group 的，讲叫做7点，然后第2 group 的6点，所以看一点的精神有了10几个点，所以今日我比几乎啊，咱的这个风险啊无低，但系你讲啊 ，consciousness 甲这个cetasika。这个 consciousness 啊，这精神，那是伫做好，他那我买讲安尼，我要他那不讲也无好意思啦。该这个囝来叫呀爸爸，妈妈叫你起来食，啊，讲妈妈听我今日无工，啊我加开一点钟啊。伊知讲伊无做 duty， 伊照行责任，行到早家己伊行到做完 breakfast。She has done her duty。then 伊知讲啊，你看伊人对待我真正好，我的囝你去叫爸爸，真好听好食爸爸，无听好爸爸，爸爸听了唔好。then 伊人对待我安尼好，我本就要来用伊的话。Yes, my darling， 讲妈妈听讲，爸爸要加困啊，人做人啊，好困。所以因保险伫这边啊，伊看到个囝伊笑，咱看啊看第4个 group 啦，背书了，对笑是啥物啊？第6是叫。MED 是无圣地，无圣地，中人是遐名是啥名？就人讲好听。主逼哈，人啊是无圣地是主逼。你看阿弥家巴咧有字我讲，阿行阿弥罗好面，阿别巴就好面，阿别巴就好，巴就面圣地，阿别巴就无圣地，无圣地是主逼。伫这边话，伊自卑，我是有自卑是好诶，若是好诶，伊行到这个19项规矩要来，所以来看，若是人伫做好啊，这点诶精神，伊自卑因诶囝，伊有这7点诶叫做 group 1，大诶精神要有。第2项，伊有了这6点叫做 particular。第3项，伊有了这19点，逐个人做好这个第3个 group 啊，19点规顿来，伊袂使讲18，还是17，还是15，行到要19做一下来，这个19啊，伊是来规顿的，袂拆线的。所以你看人若是做好啊，伊显真啊济。所以你若是看。你去看 rising falling， 你看明明，等于是你会有正念。我是有正念是到你一个你看正念的正念。第几个？啊，第2，对无？我是看到正念呢，佢再讲19项有了。所以你顶数，真正阮都冇做好。特别确定我要讲你听，按照19项有，特别我无看到你18项，我看到正念听。
因为虾米事我讲我听。那是搭规来规顿，一排手铃铛，你若是坐火车，你若是看，你看到头一站真严明，后尾规日你无顺。那是人背，头一个你看到，伊后面一句，佮后面你看无。So actually 看明啊，大人咧19项，一项咧看到明明。That means 18项大啲后尾，你无拆散嘅。而第七遍你看，有当时你看到正念是做头一个，后面加了是一个18项。有当时你坐了就无接咧上句，安怎我垃圾上句上个轻啊呢？无强啊，要扶啊呢？这个是叫做 buoyancy 是第几个？11做大高了，正念分大啲后尾头尾了。And then 若那是一关主笔，第六做大高，后面18项看无着。你 understand 冇？这个安尼啊？有，那是你 understand， 你 stop 了我个跳了啊。It always come in a straight line， 你看到一行，你别看到一行啊。明白哦？你那什么的？明白哦？这就是一行的，冇明白过。All right， 我讲你听。那是你看到一个狗一家咧鸟囝了，你看了你吉祥。迄个时间啊，虾米行到这个是吉祥是对哦。吉祥心做大哥，但咱这个19项吉祥心讲就有一个，我特别这个吉祥心嘛是大啲大路的啊，第23哦，唔是大啲19嘅，23嘅。所以你看，我是再讲这个是清气啊，这个19.5了。19.5，但是你看到吉祥心啊，迄个正念看无着，你这个啥主笔看无着，啊是你这个心力看无着，啊是你这个会晓听因果，拢总看无着，看伫后是安尼样。那是一项物件，伊是真足，伊来规粒规百。真少咧，目睭是看到咧头一粒呀，咧一来就规抓，你头一粒咧目睭个近视，你看到咧头一个呀，后面咧特别你看无着。看下你啲关佛到旁起嘅塔路，你是关啥物？你关5运5点食。受想行识，你正是关5项，特别你去看到佛陀的旁起塔路，旁起塔路是头一个识 ，matter 佛陀的旁起，佛陀的塔路，修看无着，修到是第2啊，是第3，是第4，修想看无着，到是后面，行。看无着，知识看无着，你甲他看到是震动，你看到风气。了你若是夹带的音声，夹带，伊又好味道咯。佛教的音声，佛教的精神是正是修，是这个5项。5项识，卖我中人话，唔通讲啊！我中人话，唔使去八代啊！听我讲就听啦。Body, feeling, perception,
mental formation. Consciousness. Chỉ五項色受想行識哦，叫做色受。我想行識，睇下你啲關就你發到空氣嘅塔路，你看到係咪？你看到啲點打？